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六时关嘅欢收看10月17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争取超过20档嘅台南铁路电话，伫内政部通过都市设计审议以后，市府上午伫林德段进行第项目拆除，主要是政府执行拆除作业的第一步，嘛等于是东部选过铁路电话正式动工。大港嘅拆除的即刻嘛，向前争取超过20档的台南铁路电话正式起跑。位伫林德区亚航街巷内一段，因为已经取得善款，一透早大型机具的进驻。上午10点，副市长吴宗盈、教务局长甲铁工局人员嘛到场巡视，对了了解时间状况，嘛宣示市府执行铁路电话决心。市府强调，有了法律根据，这项重大建设师出有名。所有的都市计划的程序，在今年的9月21号，内政部已经正式公文。其实它是在8月9号就已经通过，那正式公文是在9月21号，已经铁路地下化。讲起来，就今天要来做铁路地下化的工程是师出有名，会从仁德开始拆除。主要是它102年都市已经先通过了那已经经过一段的协调，总共有30户的拆迁户那也非常谢谢各界的支持包括受灾的支持，大概有一半已经同意协议架构。当然，林德段是因为有将近一半的所款人同意协议，结果进度顺利，所以率先执行。至于其他路段，市府表示虽然也有反对，不过毕竟是接受。最后若果无同意，市府也是依照土地征收条例等相关的程序强制拆除。应该是少数不多了不过就说如果有这个情况，政府有一个土地征收条例，会把他的土地款跟工程款提存在法院，那也是完成征收程序，就可以继续开始。台南铁路电话全长8.23公里，总经费293.6亿，将分做3个时间表。其中二阶段1.4公里，总共有31间厝需要拆除，14间同意协议结果，占45%。其中1户已经自行拆除，上午进行的则是2户的拆除作业。电视新闻本节何朝光采访报道。加台南地嘅姊妹市已经38档的美国秘书组堪萨斯市，下晡伫市府人员陪同前来拜会议会，由议长赖美惠等以及主管共同接待。双方希望借着两市的交流，进一步促成经济贸易发展。第一届来台南参访的美国秘书组堪萨斯市副市长华格纳史考特，下晡伫市府人员陪同之下拜会台南市议会。由议长赖美惠、秘书长加副秘书长接待，会中双方交谈，气氛真好。尤其咱市女美投手王建民，佮曾经伫堪萨斯皇家队投过球，更加有近距离。而且两市地隔也有38档，虽然过去比较较少交流互动，不过两市伫科技甲创新产业相当类似。堪萨斯副市长这届来访，除了走访历史景点，同时也参观未少的科技产业，希望未来会当伫文化、教育、甲经济贸易顶面加强交流，甚至促进各机构的交流。希望透过互相拜访交流，会当做互两市互相成为进入亚洲甲美国一个跳板。最后双方也互相赠送纪念品。并且邀请对方品尝在地农产品青皮碰柑。台视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提供老大人休闲网络使用率真悬的双皮娱乐中心，不过因为多年来场面落差拢无处理，民众提出申请，所以上午议会民政委员会特别整理会刊，对来表达每度市府将转动优餐，嘛将对倒球馆内外卡电脑具要求做伙换新。位伫双皮娱乐中心内面的倒球馆，平常时也拢有袂少老大人伫遮咧拍球运动。
不过为入口，为了要挡光线，规个卡顶看起来真老旧，而且天棚也有未少的蜘蛛网。会长建议，是毋是该设置物柜，提供运动的老大人放物件的空间。在整个窗帘它已经是破旧了，而且灰尘也就是蛮厚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窗帘的部分能够更新。那当然在他们入口处有一个就是非常老旧的粗糙的布帘，那他们讲说基本是说要挡风，然后挡阳光，那这个是太粗糙了，所以我们也建议。我们的社会局能够善用空间，把布帘拿掉，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个置物箱，同时一并改制，就是说，如果球员来这边打球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放置东西的地方了。除了入口空间，另外伫南边卡顶的部分也是同款的情形，而且窗仔边也看得出来有涉水的分裂。委员会要求，搁再重新做转动油漆的时阵，爱做伙做防水。虽然松柏整个要做内部的油漆粉刷的工作，希望在油漆粉刷之余对于窗框的俩牢还有结构的补强也要一并处理，要不然的话，只有油漆内部的结构如果腐朽，这样子对整个他们在使用上也会有不方便。对此，社会局主任秘书刘启崇表示，油漆粉刷的部分原则上今年底就会施作。至置物柜甲卡顶的部分，社会局会看经费，上届办明年初就会进行处理。台联新闻民根郭博义采访报道。但是一名58岁男性因为气管扩张、合并的扫痰甚至扫出血，40天来拢无法度治好。后来竟然是因为中风将伊气血切除，并且做支气管动脉结扎手术，才解决多年来困扰。市立病院胸腔外科主任吴新贤表示，亲像短线是这种一直扫血无法度治好的原因，通常拢是无法度正确查出出血位置，加上医疗当中也有真侪挑战。如果血角塌伫气管，就有生命危险。即个透过高速电脑断层，加支气管动脉影像重组诊断，才顺利找出出血位置，并且用胸腔镜挡手术。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做支气管扩张，它是属于这种疾病。那支气管扩张的意思是说，它有时候那个收缩没有力，所以有时候一些细菌啊，或是痰液一直卡在里面，那这样子就一直长时间的对肺部一直反复的感染、痊愈、破坏这种状况。破坏之后呢，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发炎的状态，就造成那种血管一个增生扩大。好像类似像我们的那种静脉曲张一样，这样子在某些状况的话，它血管就会破裂，那造成这种咳血。经过市立病院手术，丁先生才解决40天扫血困扰。丁先生一方面感谢院方，同时也呼吁介意同款症头的患者，一定要正确就医，才当对症治疗。像我今仔这世人，我当个过正常的生活，也无啥子。因我这个状况包括工作啦迄种迄落拢非常无方便啊，那是拢为了这个部分，时像我真直接咧做工过的时嘛为了这个部分被迫上来所以讲是咧，所以讲干啦，无啥物话讲就讲感谢迄种卫师迄落恁的辛苦会当甲这个部分安尼互较侪人。讲包括伫民间就听到像这种情足侪。吴主任强调，虽然这种支气管扩张、合并、反反复复的扫血，伫治疗上有靠药物、支气管动脉粒影栓塞、加手术切除等等，但是因为复杂多元，治疗上也是需要详细评估，才会当做根本的治疗。台联新闻民根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代人不管是压力、困眠不足等等原因，偏头痛情形愈来愈严重。对此，全国偏头痛病友会组合伫基米病举办病友会，伫希望来分享透过饮食控制、药物治疗，也是结合中医、黑道、哑铃等等太极拳方法，会当有效减少偏头痛发生。今年3月，基米医学中心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偏头痛病友会。由基米病院专任医疗科主任林高章担任首任的会长。
10月15號，伫基美病院舉辦第2屆病友會，協助解決病友的問題甲困境，並且伫會中探討偏頭痛的成因、教導情緒、飲食抑個藥物控制，降低偏頭痛發生的幾率，並且推廣太極拳對着偏頭痛的幫助，讓病友會當家己的身體家己救。头痛正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激烈的运动，像跑步啦，或者是这个其实还不是很适合。所以就说，因为这些病人大概长期来讲，有时候内在外在的压力，所以还是事实上是做一些比较缓和性的运动，太极、瑜伽这一方面都可以的。瑜伽其实也是一种好的方法，那只是我们是医院主要是练太极。那我们发觉练了以后，那很多病友，因为是让我们20几个社员，大部分1/3都有偏头痛。那他们练了以后，他头痛的次数频率都有改善。所以我们未来我们希望拿这样子来做一个比较大的1年的研究，来看看那个对一般的病人到底有没有帮忙。那因为太极的招式太多，我们希望把它简化，所以这个等一下下半场就会可能看有请教练来看看能不能有时候有一些方法简单自己在家可以自己练习松身的方式。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37式看能不能浓缩成几个步骤，就可以让病人在家可以自己简单的练习这样。偏头痛这个症头，大部分拢是少年的查某囡仔较容易发生，但是女性无介意食药啊，颠倒造成慢性头痛。民众若是有偏头痛的困扰，会当赶紧就医，或者是上网搜寻全国偏头痛病友会，找找相关的资讯。台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侪人在台南遮久，也毋知东区一个南台南站，其实这个将近70档的老车站，4档前顺利为外经营咖啡厅，生意也袂歹。不过1档前左右到期也正放弃经营，现在搁在拍远，毛当地居民相当唔甘。南台南站伫日本时代是机场的运输站，一直到民国80年才移到高雄公务段接管。原本铁路局计划拆除，后来中明里长要求保存利用，4档前才委由民间经营咖啡厅，互这个将近70档历史的老车站搁活起来，甚至边仔也搁有民宿的经营，嘛互当地一度闹得滚滚。不过1档前因为租约到期，业者无搁再经营，搁开始拍远，环境杂乱的模样，嘛互当地居民也是期待有人继续承租维护。外口迄个什么团来唱歌，哦，我一堆学生仔就来啊，学生仔门票吼，拢200呢，哦，一堆人来唱，因是开卖迄个咖啡啦，有当卖迄个食的有无？哦，迄个冷盘什么，有当卖猪脚啦，卖像卤面啦，迄种迄个一个迄啊。哦，我卖啊咖啡啊，生意袂歹吼，袂歹，迄档袂歹。啊无民宿哦，民宿就迄边迄间，民宿我另外一个头家以后含伊好朋友哦，啊伊个互伊开，啊即摆就讲5档啊铁路局毋肯啦，每档遮闹热滚滚啊，这涂骹草啊头前哦，阮跳圆机舞拢来遮跳。
上午提供叫谈铁路电话连接段电项目拆除的时机，相关人员嘛正来了解南台南站的状况。因表示，后续经营管理现在是列为相关文物保存，也是委托文化局来处理。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对过去3年，在开始学音乐的潮起，一直以来拢相当认真学习，特别面对家己所介意的低音提琴，不但要克服小小身躯掌握大乐器的困难，而且愈学愈有兴趣，展现天分。在这音乐比赛当中，拢摕下真好的成绩单，下面咱做伙来看伊一路行来音乐过程。潮起对国小3年就开始学音乐。一开始主修钢琴，后来因为爱上低音大提琴温柔优美的声音，所以转向学习这项西洋乐器当中相当大件的低音提琴。伊也伫咧低音提琴的领域愈练愈专门，即马读中营中二医，音乐方面已经下侪显赫的成绩。今年5月份参加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虽然比赛进前有感冒，但游玩相当打拼，得到全国第4名的好成绩。全国赛前1个月都还很 OK， 然后状况也不错。可是，在比赛前2个礼拜的时候得 B 型流感，然后在比赛前5天的时候才好。所以那整个礼拜因为高烧，所以没有碰琴。然后等到剩下5天的时候就一直练。可是比赛前1天不能练太多，不然反而手会没有办法放松。除了音乐的成就，伊伫咧中营中二功课方面也兼顾了袂歹，开朗的个性也深受老师甲同学喜爱。高级的同学们，我觉得也借着这样子在平常的练习过程当中，直到上台，同学跟他对他平常的表情啊、互动啊，直到比赛的结束，他们也对于他们的去年诗歌比赛的结果非常的满意。所以他们也同学觉得原来潮起不只是在班上同学人缘佳啊，还会跟同学互动很好，然后他跟很有领导的特质，哇，很多就算慕名而来不是同班同学也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交代他做一些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很好。那他也是同学之间的开心果，然后老师们也都很喜欢他。他在一些理科方面的表现都一直很不错。那平常呢，他也会带给大家一些点子啊，然后带给大家一些欢笑，然后基本上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孩子。真有家己想法的潮起，即马也无任何自我的限定，可能会去香港或者是美国深造音乐，或者是伫咧国三这一档专心课业，往升学的方向继续向前。但无论经对一条路，相信伊拢会当行出人生当中属于家己的精彩未来。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因应高龄社会来临，除了政府积极推动长期照顾政策，其中嘉南一理大学因应退休老人的生活规划，9年前就率先推动乐龄大学，并且持续举办。而今年的开学典礼嘛，伫长辈充满活力的表演甲活动当中，正式展开为期36礼拜学习课程。为了鼓励阿公阿嬷，遐是厝内时段活到老学到老，这子孙伫乐龄大学开学典礼之间，特别前来献花祝福，用世代之间欢乐互动来展开因学习的第一步。校方表示，今年符合资格55岁以上长辈当中，特别是有7对阿母做伙报名，有高龄80岁阿嬷，每一天对健康坐公车专工来上课，学习的精神虽然敬佩。我有伫别位读过啊啦，阮隔壁甲介绍讲遮读介好啊，当然来我顶年读1年啊，即摆搁继续啊，你学着啥物物件？一寡知识啦吼，是讲教咱食食啦吼，健康啦，快乐啊，交朋友啊。开学典礼上，学员伫嘉南一理大学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系学生带动之下，充满活力，将展开因全方位的各种课程。
那乐龄大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长辈来这个地方学习兴趣，然后让这边的生活可以更加的扩展，认识更多的学员，然后让他的身心、机能各方面呢都能够很活跃，然后呢生活非常的正向快乐。这个是我们办乐龄大学的一个重要的目标。率先全国成立乐龄大学的嘉南药理大学，今年伫各部补助已经连续第9档开课，而且为了让更较侪旧生容易当持续来学习，今年各家开办5个特色课程，共款报名抢滚。第一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10月23是越南妇女节，文化部为了庆祝该节日，伫台南文创产业园区特别举办一场多元母语的交响音乐会，吸引侪新住民家庭参与，场面相当热烈。台湾是真侪新住民的故乡，希望借着举办活动，帮助更加侪人了解越南文化。主办单位上大王团队表示，10月20号是越南妇女日。所以举办欢唱活动，而这场活动的表演者全部拢是新住民的家后家庭组成。其中上介绍的表演者是3岁，和规场的音乐会充满着欢乐的气氛。让新住民2代呢，跟那个新住民家庭可以了解说，其实越南那边有很多特别的文化，我们还不知道。那也是要感谢文化部跟种子协会借这个桥梁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台湾这边介绍台湾越南的文化。那重点是我们有结合台湾的乐琴。这个是台湾的本土的一个文化，我们觉得是非常棒。那第二个重点是我们有一部戏是演越南的女祖先讴歌，那这个也是每个越南人都知道，可是不一定每个台湾人都知道。那等一下敬请大家一起看我们的戏里面。新住民用家己的母语、歌声结合台湾乐器、民间表演艺术，也佮有台湾人的感情，伫台湾点亮家己母国的文化，互他乡会当成为故乡。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做伙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介绍小看10月17号中加淡定新闻，那么在港期时间再会。